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历代志下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陈模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赐下你那宝贵的话语，让我们都能够透过读经来明白主你话语的道理。你说，我们若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也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里的奥秘，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现在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牢记在心里面，让我们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无论身边的环境、人事、情况如何变化，我们都能够坚定不移，定睛在主你的目光，跟随主你的脚步。主，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我们要谢谢你宝贵的应许，也求你帮助我们与你有更深的关系。现在我们要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一同来攻读你的话语，恳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谢谢陈模。那我们昨天读到了亚他利亚，他利用自己儿子死掉之后篡了儿子的位，甚至他也杀了亚哈谢所有的儿子，也想要连他孙子的位一起都篡哦。但是因着亚哈谢他的圣经说他的妹妹但是等一下我们看他年纪，看到底是妹妹还是姐姐他的这个算是妹婿耶和耶大，以至于呢让这个约阿施的命能够被存留藏在圣殿当中。那昨天读到第23章，就是耶和耶大，好，那他利用安息日发动的政变，来帮助这个7岁的约阿施能够拿回王权，甚至成为祭司的耶和耶大，也让利未人还有祭司他们在圣殿当中也扮演神圣的角色。同时也把这个亚他利亚所带进来的这些巴力的偶像，这些的偶像的崇拜统统除掉。所以耶和耶大是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他也是一个忠心的领袖，他也没有贪图这个权位，而是为了要来顺从上帝的旨意，让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呢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约阿施约阿施的这个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赏赐，上帝的赏赐。那这应该是他的父亲亚哈谢取的。那这个名字呢取得很棒，上帝的赏赐。但是他从一出生就经历很多的危险和患难。那约阿施在24章我们会读到同样的经文呢在列王记下的第12章1到21节，还有历代志下的第24章都在介绍约阿施。约阿施7岁的时候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那这40年可能包含亚他利亚，或是没有包含，但是可以确定是他的妈妈不是这个是别是巴人别是巴人叫做西比亚。那约阿施是因为他的姑姑的缘故，还有他的姑丈耶和耶大有6年的藏匿，才让他能够逃过应该要叫外婆的这个亚他利亚的毒手。约阿施他能够顺利接续王位，也要感谢他的姑丈耶和耶大的智慧和勇气，还有耶和耶大所推动的改革，是我们今天这一章所会看到的。还有也让约阿施能够得到稳固的治理。约阿施在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呢，都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丘坛没有全部废去，就是没有清理彻底清楚，所以这就是成为后来的后遗症，死灰复燃所以这也看见说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约阿施行神眼中看为正。那耶和耶大死了呢？那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下去。
耶和耶大呢，好也把约阿施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对待啊，为他找了2个妻子，甚至其中有一位是耶路撒冷人啊。那所以这从大卫开始，好一直到现在，好我们看到第一个王是娶了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否则这些王有记录的都不是娶耶路撒冷的女子，好叫做约耶旦，这是约阿施的妻子，其中一位的妻子。在约阿施做完的第23年，也是约阿施大约30岁的时候，他因为小时候就有学习律法，按照摩西的律法率领众祭司，还有号召犹大人民欢喜的为圣殿的修理修建来奉献并且把那些被破坏的地方，亚他利亚破坏的地方都来胜利的来重新的修理，然后也非常能够回到从前的样子。那但是呢，在耶和耶大死后呢，约阿施他的属灵父亲，或是说他的属灵长辈不在之后，约阿施听从犹大其他的领袖，但这些领袖呢，就是约阿施之前没有把这个丘坛没有废去，所以这些领袖呢，就是去拜亚瑟拉偶像，所以甚至上帝也差遣先知来警告，但是呢，约阿施仍然没有听从警戒，所以甚至呢更让人家觉得悲哀是耶和耶大的儿子，他也担任祭司叫做撒迦利亚，他也来警告跟他可能一起长大，或是年纪应该是比约阿施大，算是他的表弟或是堂弟表弟。好，但是呢，约阿施呢却不听从，甚至还密谋叫人在圣殿里面用石头打死耶和耶大的儿子所以这件事情呢，让上帝非常的生气。那所以约阿施后来是在跟叙利亚王的战争当中，不论是受重病或是受伤，那以至于呢，他遭到背叛，而且背叛他的呢，还是2个外国的臣仆亚门人和摩押人，虽然是远亲，但不是犹大人，而这都是圣经说都是为了上帝为了报约阿施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的仇。但是约阿施死后呢，被葬在大卫城，应该是47岁。那他的儿子呢，亚玛谢就接续他来做犹大王所以这一段故事有点长，但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怎么这么年轻被保存的生命然后有这么好的属灵的长辈来成为他的祝福，但是怎么会这么糊涂，在年老的时候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没有很年老，不过才47岁而已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24章呢，会看到约阿施在这里有形容说3个虎头蛇尾的君王，第一个就是讲约阿施，接下去讲的就是亚玛谢约阿施的儿子，再来讲的是乌西雅。这连续3个王呢，都被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都是好王8个好王当中的其中3个，但是呢，他们都是有同样的毛病，就是虎头蛇尾，没有得到像所罗门一样没有办法忠心到最后。好，那么看24章前面1到16节讲到约阿施在耶和耶大的辅佐下重修圣殿，那17节到27节就讲到约阿施在耶和耶大死后就离开神，最后来被杀。好，那么就来读今天这段经文请陈模带我们来读。我们先从历代志下的24章，从第1节来读到第3节。好，约阿施7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40年。他的母亲西比亚是别是巴城人。约阿施在和耶和大祭司活着的年日，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耶和耶大给约阿施王选了2个妻子，他们都替王生养儿女。那我们提到就是统治40年，那这40年呢，如果不加上亚他利亚那7年的话呢，那他就是活到47岁。那如果呢加上的是含亚他利亚那7年的话呢，那其实呢，那他可能约阿施的年纪还没有那么长，那所以都是非常年轻
那也讲到了他娶了耶路撒冷的女子这里没有提到，但是我们明天读亚玛谢的时候就知道，其中这个女子呢约耶旦就是耶路撒冷的女性所以是成为约阿施的妻子，那也要归功于耶和耶大，就是约阿施的姑丈。好，那接着再请陈模带我们从第4节来读到第7节。约阿施立即即位不久，就决定整修圣殿。他下令祭司和利未人到犹大各城向人民征税，作为每年整修圣殿的费用。他要他们赶快办理，但利未人延误时间。约阿施把他们的领袖耶和耶大招来，问他：你为什么没有督导利未人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征收税款呢？这税是上主的仆人摩西为了维持上主的圣幕而要人民付出的。原来那坏女人耶他利亚的手下损坏了圣殿，并且拿了许多圣物去拜巴力。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约阿施继位不久就是他7岁就当王，可是他可能很年轻，10几岁或10岁出头，他就因为读了律法书，他知道上主的对会幕，所以呢就决定要整修圣殿。为什么？因为亚他利亚这7年当中，圣殿都荒废那没有在那边来整修。所以他下令祭司利未人要去征税，可见这个时候国家也并没有很强盛大家连要整修圣殿的钱都抽不出来，所以要这些利未人祭司办理。但是第5节讲到利未人延误时间那同样记载呢，我们可以从列王记来看列王记下12章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约阿施召祭司来，吩咐他们把那些献祭付给圣殿的钱，无论是付立场祭的钱或是自愿奉献的钱，都要积存下来。每一个祭司要各自保管他服务的人所捐出的钱，而在需要时候用这些钱做圣殿整修圣殿之用但是到了约阿施在位的第23年，祭司们还没有整修圣殿那所以这两个版本的翻译呢，大概我们做个综合，就是呢约阿施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恢复这样的部分，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按照摩西的吩咐。摩西这个吩咐呢，我们也可以来看是在出埃及记30章。出埃及记30章里面呢，有讲到对圣幕的捐献，就是调查人口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献赎命金。那以免调查的时候可能遇到灾祸，被登记的人就必须按照圣所所规定的缴纳标准固定款额，做献给上帝的礼物。每登记的人就是20岁以上男丁都要缴纳这个款额。付赎命金不分贫富，富人不多付，穷人不少付，那就是丁税向以色列人民收取这些钱，要用来维持圣幕的费用，这是他们为自己的生命付出的捐献，我会因此记得保护他们。所以从约阿施可能是读到了这一段，在这个出埃及记的当中摩西的记载，所以他也要求大家从年轻的时候就要付这个钱。可是这个钱呢，一直到了约阿施在位第23年所以10几年来呢，都还没有整修圣殿就是钱可能都在，但是呢没有整修圣殿。所以呢约阿施呢他就很积极。所以我们再继续从对不起到第7节的时候，因为这圣殿都已经毁坏了，是在亚他利亚手中所以约阿施他就下令做积极的行动。所以再请陈模带我们从第8节来读到14节。王命令利未人造一个奉献箱，放在圣殿门口，吩咐他们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地告诉人民，把上帝仆人摩西最初在旷野规定征收的税款带来献给上主。
人民和领袖们都很高兴，就把他们的税款带来，放在箱子里。每天，利未人把箱子抬到王所指派监督这箱子的官员那里。箱子装满的时候，王室书记官和大祭司的代表就把钱拿出来，把箱子放回原处。他们天天都这样做，于是收到一笔巨款。王和耶大把钱交给主持整修圣殿的人，由他们雇石匠、木匠、铁匠来进行整修的工作。所有的工人都辛勤的工作，把圣殿整修到原来的样子，跟以前一样坚固。整修工作完毕后，他们把剩下的金子、银子交给王和耶大。耶和耶大用它来造碗碟和其他器物，作为圣殿礼拜和献祭之用。耶和耶大活着的年日，人民经常在圣殿按时献上烧化祭。好，谢谢。好，到这个14节，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约阿施王呢，好，那他在这么长的10几年当中，那我们看起来应该都是大家有捐这个钱，可这个钱呢，怎么没有拿出来用？所以历代志的写法和列王记的写法会有一些不一样。好，让我们读起来会有2种的感觉。一个是好像没有管理，一个是好像有收到一个好像是没有收到这个钱，一个是有收到这些钱，但是没有把这个钱拿来用在圣殿的整修之用。但是2个呢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就是后来又重新奉献了。所以约阿施好命令利未人造一个奉献箱，然后呢就要为这个事情来积极的奉献，然后用这个奉献箱，好，有人出钱，然后呢有人来监工。那这监工呢，就是王自己，还有雇石匠，然后有人出力，所以呢，让这个整修的工作可以顺利完成哦。好，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好，就是这是约阿施的信心在于圣殿上面呢是强过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呢，可能忙着呢，在这个他是祭司，忙着在圣殿的服侍，以至于他没有心力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但是我们看列王记下。约阿施也是一样，召见耶和耶大和其他祭司，你们为什么还没有整修圣殿？从现在起，不要再把收来钱留下来，要把钱交出来，使整修的工作能够进行。所以这是列王记的观点，认为这10几年来收的钱呢，利未人都收下来了，但是呢，没有拿去整修圣殿。而约阿施呢，就先改革利未人的这个部分。那祭司呢，同意不把钱留下来。然后他们也不负责整修圣殿工作，因为交给他们已经烧了10几年都没有做。最后是由耶和耶大一样有个奉献箱，然后钱够了之后就请人，请人之后就开始来请这些的工作，然后最后也来制造这些的圣殿，而且圣殿完还有剩下的钱呢，跟历代志一样，就是来自银杯、碗、号筒、竹花、剪刀，还有其他金银器皿，那等等的材料。而且呢，在列王记还说，主管修建工程的人诚实可靠，用不着跟他们算账啊。所以让我们读起来好像前面这些的利未人，这么长的时间收了这么多钱都没有作为，但是约阿施在这个地方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称职，以至于呢，后来圣殿才能够完全的恢复到亚他利亚女王占领之前的样子。所以呢，到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人民终于可以在圣殿按时献上烧化祭哦，不会这样有一餐没一餐。好，然后圣殿也不会这样子的稀稀落落。好，那这是约阿施很大的一个功劳。好，那我们再请陈模带我来读，从15节读到19节。耶和耶大在130岁高龄时去世。为了纪念他为以色列人民、为上帝以及圣殿所做的一切，他们把他葬在大卫城王室的坟墓里。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领袖们说服
约阿施王附和他们的主意，于是人民不在上主的圣殿敬拜他们祖宗的上帝，去拜亚瑟拉女神和其他柱像。他们所犯的罪激起上主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愤怒。上主派先知警告他们，要他们归向他，可是人民不听。好，谢谢。好，那这里呢，开始就是悲剧的发生了。但是，让我们看到耶和耶大呢，在130岁的高龄去世哦。那从这个亚伯拉罕是170岁，以撒是175岁，然后接下来好，这个人的年纪呢，好，其实就已经很难超过100岁。而摩西的时候是120岁，摩西的哥哥跟摩西是同一年死的。好，他亚伦大摩西3岁，所以亚伦死的时候呢是123岁。啊，但是从亚伦、摩西之后，好，没有看到比他们年纪再高的有记载下来的。好，那却来到了耶和耶大，好，被记载人他活到130岁，可见他所做的事情呢，好，上帝非常的祝福给他。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他活的时候130岁，倒推回去，好，当那个亚他利亚起来篡位的时候呢，那时候耶和耶大也80-90岁啊，80-90岁娶了亚哈谢的妹妹。好，那亚哈谢的妹妹，亚哈谢死的时候才23岁啊，那他的妹妹不就更年轻？一个20几岁嫁给一个80-90岁的，其实是不太合理哦。好，所以这个亚哈谢到约示巴到底是亚哈谢的妹妹还是姐姐？好，这是另外我们可以去倒推，好，但不是今天的重点。重点是耶和耶大130岁，超越摩西，超越亚伦，还有就是他所留下来的，因为在第16节有说，他为以色列人民、为上帝及圣殿所做的，所以甚至人民都把他像王的规格一样葬在大卫城的王室坟墓里哦。好，那而且这件事情呢，相信约阿施他本身也是同意的。但是呢，好，悲剧就从他死之后呢，好，就是这些的领袖开始引诱约阿施犯罪。即便约阿施7岁可能学习圣经，学习听神的话，甚至呢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他都为了圣殿很有信心，让这个圣殿能够恢复献祭。但是却没有想到耶和耶大死后，约阿施好像放牛吃草，然后就去了听从这些朋友，很像让我们想起了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去听从他朋友们的建议，甚至最后还去侍奉了亚瑟拉和偶像哦，所以这是相当的让人可惜。而这些人还不是外国人，这些人是犹大的领袖们哦，都是在本国人。所以为什么丘坛没有废去这么重要？在国家内，这些丘坛还存在，就在国家内，好，随时都有这些人可能会起来引诱。好，那即便上主派来的先知警告他们，他们却不听了。不听这个字呢，就是所罗门祷告，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的那个同一个听哦，他们却不愿意侧耳听。上帝都已经派先知来警告。好，接下来再请陈模带我们来读20节到22节。好，约阿施更愚昧的地方。后来，上帝的灵支配耶和耶大祭司的儿子撒迦利亚，他就站在人民看得见的地方，呼喊说：“上帝问你们为什么违背上主的命令而招致灾祸？你们离弃了上主，所以他要离弃你们。”约阿施王参与陷害撒迦利亚的阴谋。他命令人民在圣殿的院子里用石头把撒迦利亚打死。王忘记了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对他的忠诚服侍，把撒迦利亚杀了。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呼叫说：“愿上主看到你所做的，惩罚你。”好，谢谢。好，那所以耶和耶大死了，可他的儿子还是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甚至上帝的灵感动他，好让他起身，在人民可以看到公开场合指责约阿施和这些犹大的领袖居然背弃上主，
违背上主的命令，而要让国家让自己招来灾祸。但约阿斯呢，好却更小灯小体，好，我们看到很多王都有这样的毛病，就是脸拉不下来，好，以至于呢，他就用阴谋陷害了撒迦利亚，甚至要人民在圣殿的院子里面用石头把撒迦利亚打死。撒迦利亚的爸爸耶和耶大那时候要杀亚他利亚，亚他利亚跑到圣殿，耶和耶大还说不能在圣殿里面流人的血，把他拖出去拖到马门杀死了。但是呢，约阿斯却让允许人在圣殿里面杀死耶和耶大的儿子所以读到这边会让人非常的生气就是怎么会有这么不知感恩的人？他的命是耶和耶大救来的，居然不知图报，甚至还杀了救命恩人，而且还是亲戚，还要叫他姑丈的这个儿子。而且呢，耶和耶大死的时候130岁，这个先知撒迦利亚想必也不年轻，应该也是70、80岁以上了。而约阿斯现在也才不过40出头，但是呢，对待不论是亲戚，对待是祭司，或是对待长辈，约阿斯一点都不带念这些情可见这一些亚瑟拉侍奉亚瑟拉的偶像这一群人，他们的道德信仰价值观非常的偏差，所以这也是上帝非常痛恨的地方。好，但是撒迦利亚死的时候呢，说了一句话，愿上主看到你所做的，惩罚你鉴察深渊。那个鉴察就是愿上主调查你，好像我们现在常在看新闻，在调查，这个检察官要检查，要寻找证据，所以这个是同一个字，愿上主看到你所做的，然后调查你，寻找你，询问你，鉴察你。好，我们再读23节到最后27节。那年秋天，叙利亚军队攻打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所有的领袖，又掠走大批战利品到大马士革。叙利亚军队只有一小队，但上主使他们击败比他们强大的犹大军队，因为人民离弃了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上主用这方法惩罚约阿斯王，他受了重伤。当军队撤退的时候，他手下的2名军官背叛他，他在床上杀死他，为报杀害耶和耶大祭司的儿子的仇。约阿斯葬在大卫城，但不是在王室的坟墓里。反叛他的是亚门妇人示米亚的儿子撒拔和摩押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撒拔。约阿斯儿子们的事迹，对他不利的预言，以及他重修圣殿的事，都记载在列王传记上。他的儿子亚玛谢继承他做王。好，谢谢。那这里就上帝用非常现世报，也是非常讽刺的方式他前面的祖先呢，都是以少数的军队比如说约沙法，甚至还用诗歌敬拜团就胜过了这个大军。但是呢，这只不过是一小队人来到攻击约阿斯却取得大胜利所以这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手。那这个记载呢，我们也可以在列王记下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就是17节那时候叙利亚就是亚兰，连王的名字都有叫哈薛攻打加特城，那是在犹大的境内，攻取了就决定进攻耶路撒冷。但是呢，这次的进攻呢，约阿斯输了，所以犹大王约阿斯把他先祖从他的前4代约沙法、约兰、亚哈谢这些诸王献给上主的礼物，在圣殿当中的礼物，还有自己的要给上主的礼物，还有在圣殿王宫宝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通送给了叙利亚王哈薛哈薛就带他的军队离开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事情好，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哈薛就这样轻轻松松就把连续4代好的这个在圣殿累积下来的，通通都带走了。好，那而且呢，这里讲到这个列王历代志有讲到约阿施他受了重伤，所以呢，他的军官背叛他。这是在北国当中很多次的背叛，已经3次。可是，在南国当中唯一的一次，就发生在约阿施的身上，因为他真的背叛了他的亲人，背叛了神啊，所以上帝让他自己也被背叛。其实约阿施一生也被背叛2次。一开始是他出生的时候，应该要叫外婆的亚他利亚背叛了他，抢走了他的王位，还要杀他。然后接下来他年老的时候死前呢，又被他的2个臣仆背叛了。而且这2个臣仆呢，都是外国人，一个是亚门人，一个叫撒巴。然后看他的名字示米亚、示米利，看起来很接近。其实这2个名字呢，跟约阿施的名字都很接近。示米亚的意思叫做上帝赠予、上帝赏赐，而示米利的叫做上帝耶和华已经赠予啊。那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约阿施的名字叫做上帝的赏赐，所以这些呢，上帝本来要赏赐的是犹大的。结果呢，就白白的让外国人赏赐给外国人，因为他不懂得珍惜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了约阿施他有信心，他重修圣殿这件事情值得肯定，而且是有积极、有效率、有魄力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约阿施他不知感恩甚至连他的救命恩人的儿子撒迦利亚他还在上主的圣殿里面来杀死所以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要从这些的故事上面，我们要学习凡事谢恩，还有就是我们是感谢主耶稣救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不应该再去背叛或是做主耶稣所不喜悦的事情而是能够学习耶和耶大能够成为有福的人虽然我们不期待长命100岁但是我们期待的是上帝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永远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坚定来持守，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像这些王一样虎头蛇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利用今天的时间看到了历代志下的经文，从约阿施他的一生当中他怎么样好不容易能够登上王位，但是却在他的属灵的父亲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却滥交朋友，败坏德性并且让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都断送在外人的手中。上帝，你也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应许祝福，也求你让我们有智慧，能够忠心到底，能够跟随到底。也求主借着圣灵的帮助，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挑战，让我们知道如何让上帝的话语紧紧抓住能够陪伴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持守。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陈模，谢谢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